一對男女喺土瓜灣突然被一名兇徒持刀追斬，男事主身中多刀，重傷不治。涉案嘅疑犯當場被捕，警方懷疑事件涉及感情糾紛。中刀嘅男事主被抬上擔架床，成面都係血，需要戴上氧氣罩協助呼吸。而女事主左手及左腳被斬傷，包紮後再送院治理。被制服嘅兇徒黑布蒙頭，被帶返警署調查。現場留低大灘嘅血跡及一把長約1尺染咗血嘅兇刀，仲有一隻懷疑係男事主着嘅鞋，一副被斬至得返一半嘅眼鏡。見到買得佬就咁樣走到屋企門口跌低喺度啊！然後呢？然後就血噴出嚟啊！咁啊 call 救傷車嚟咁多啊！當時呢，即係嗰人跌低咗啦，噴咗啲血出嚟啦，多唔多人呢喺側邊幫手呢？即係救佢或者幫佢啊咁樣啊？當時見到好似有個男人咧，用條唔知用塊布乜嘢同你止血嘅。現場消息指啦，男事主呢大概喺遊戲機中心門外遇襲㗎。咁佢個朋友呢就攙扶佢離開現場，去到前面大概20米嘅便利店門外，男事主就不知倒地。咁再見到啦，地下遺留咗一大灘嘅血跡。星期二中午大約1點，53歲嘅男事主同43歲嘅女朋友，連同一名同事，行經土瓜灣道近落山道，打算到茶餐廳食午飯。點知途中，女事主嘅前夫持刀迎面追斬男事主。喺附近執行職務嘅一名便衣警員目擊情況，於是即場將兇徒制服及拘捕。警方經初步調查後，證實男女事主係一對情侶，而行兇者係女事主嘅前夫，認為事件涉及感情糾紛，暫時將案件列作兇殺案處理。ONTV 記者周文妮報道。